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到6至8人飯台，亦可以擺櫥櫃去做儲物。客廳方面，一邊可以擺電視櫃，一邊擺梳化啦。前少少有個露台，可以喺度欣賞景觀。對住就係獅子山翠綠嘅景色。廚房有各式各樣嘅煮食工具，爐頭、焗爐同埋雪櫃。客廁有洗衣機同埋企缸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，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嘅景觀同廳一樣，都係望住獅子山。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大小相若，景觀都係差不多。主人套房左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呢邊可以放個雙人床。出邊仲有個工作平台，對住就係獅子山開揚翠綠嘅景色。主人套廁，但有浴缸喺度浸浴就非常舒服啦。